為我們國家的科技事業譜寫更加璀璨的篇章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週末愉快！我哋嘅教育界嘅同仁咧，亦都係喺當中咧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嘅。咁尤其是啦，點樣去培養我哋下一代嘅創新思維同埋科技素養。同學們嘅參賽作品咧，都係承載住大家對航太事業嘅夢想。你哋嘅作品充滿創意同想像力，將人工智能同航天夢想巧妙咁結合，充滿科幻，但係水準非常之高。那我們不只是仰望星空，更要用科技來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。呢個基地就採用咗全天候 AI 控制中心，解決咗基地內衣食住行嘅問題。我哋想用我哋嘅作品同埋今日呢場分享，將呢份提醒亦都傳遞俾在座嘅每一位。